大家好，我係 Rita， 代表芬芳 Aroma， 好高興今年可以參加星星慈善奧運會。我嘅團隊芬芳 Aroma 已經成立10年啦，主要就係推廣同埋使用喺美國已經31年嘅歷史嘅品牌 Young Living， 有自家嘅農場種植同埋生產嘅精油、全食品嘅天然營養補充品、個人衛生用品，甚至乎係家居清潔用品等，都係無毒、天然、健康嘅日用品。而我哋嘅使命就係忠於公司嘅使命理念，就係要將咁好嘅純精油同埋產品帶俾全世界每一個嘅家庭。其實早幾年呢，我每一年嘅暑假都去服侍一個嘅夏令營嘅喎。咁喺入邊，我哋主要咧就係一班 SEN 小朋友嘅助教，我哋就陪佢哋玩遊戲啦，同埋唱歌。而當中幾年嘅經驗，我深深咁樣感受到佢哋都係上帝眼中嘅寶貝。因為我自己嘅職業關係啦，我常常都會用到芳香療法喺我嘅身上邊，支援我嘅身體同埋情緒健康。咁而陪小朋友玩嘅時候，我亦都係覺得呢啲植物嘅天然芳香分子，原來都可以幫助到呢啲小朋友舒緩佢哋嘅情緒㗎噃。咁所以今年我哋芬芳 Aroma 嘅團隊都有好多嘅義工過嚟一齊喺星星慈善奧運會度幫手㗎。2025社區共融星星慈善奧運會，邀請大家參與同支持，耶！